最近性骚扰事件愈讲愈多，议员李宗诚嘛爆料，一名女性好友2当前因为昔日早起为了澄清向4分局报案，结果却被新办的小队长要求借钱，甚至伊暗时甲要做伙食炒饭，互伊朋友真无爽快。加上今年3月嘛爆发林姓警务涉嫌性骚扰女性房地产销售人员一案。议员李宗诚伫总质询不满保护人民的警察竟然安尼，要求好好检讨调查处理犯错的关键。一般警察是在保护人民啊，你怎么会把我去检举的案子要把女性朋友把她牵扯进去？那你变成我本来是受害者，结果警察变成是加害者这个部分。他不仅要跟我这个朋友借钱，他甚至说暗示我今天晚上要吃炒饭，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吃？当时我本来要把这个东西拿到议会来说，那因为这个小队长当时听到说我要在议会质询，所以他用最快速的时间退休了，我就没有办法在议会上狠狠的去打他，我甚至要让他连退休金都没办法领，但是他可能有听到风声，我在收集证据。那在今年3月，其实局长当下我们也是很立即有去处理嘛，但是在我们看来，很多的民众就认为说，其实警察犯错了，顶多把他调到偏远的地区，或是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就把这些事情掩盖过去。我觉得这个很不妥当。这个案子在我们立场来讲，警纪不应该发生问题了，所以我们是从严从速的处理。第一时间我们是申请拘票来拘这位林姓的同仁，然后我们报2大过免职。我们是希望能够不要这个劳斯署不要再留在我们警界里面，但是要走程序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想他留在他们科长是讲说要调到别的单位，就像刚一作说要报到那个比较偏远的地区，但是我还是认为问题不宜搬家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真正可以解决问题的部分啊。另外，因这112年全会真侪轻艇等水上运动项目，选手拢会利用加南大牌来训练。不过现况就是生满布地连，不止成为运动训练的障碍，嘛造成鱼类死亡。所以议员建议水利局一定要协调第6号船局，尽速清除所准。台南新闻，阮子林英光采访报道。